驴打滚啊，看看老师怎么来做哦。好，首先其实这做法很简单，我们就是。它其实跟那个我们香港的那个辣味煲仔饭也很像。对啊，我一看食材的时候，我说这不是辣味煲饭吗？那我们现在就很简单，我们就是1又1/4杯的米，然后再洗干净之后加1杯的水，就先下去给它泡着。我们就腊肠要煎的糯米哈，对，要煎的，因为圆的糯米它是做甜点，然后我们就很简单，腊肠放进来。好，所以驴打滚甜的话，我们是用圆糯米，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咸的这个辣要用煎的糯米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放进来之后，我们酱油先加个1大匙下来。1大匙下来，给它饭等一下会有点金黄，会有点咸味这样子。然后就是我们把它加进来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放进电锅里面了。是。电锅像一般的电锅的话，它里面会有个小内盖。对，小内盖。我们今天的话，因为我们水一开始就没有放很多，所以我们小内盖就不要盖。我们就是电锅一样，外锅放1杯水，然后我们放下来，就可以先给它按下来，让它炊饭了。这样炊的时间的话，因为它这个等的时间大概有45分钟左右。那个饭已经蒸熟了嘛，像刚才下去干干扁扁的那个腊肠，因为它吸了那个水分之后，它整个都长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先把腊肠先把它夹起来，因为我们饭等一下稍微把它拌一下，它才会有粘性出来，我们待会才会比较好操作，做起来糯米卷切的时候才不会散掉。把这个拿起来之后。我们就稍微的把它拌一下，因为像我们刚才有加酱油下去，然后它的腊肠里面的那个香甜味也会跑出来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饭的味道性滋味就很够了。好，顺便就让它降温一下，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会怕说保鲜膜什么的会有塑化剂的问题。就算我们今天用的是耐热的这个保鲜膜，对，我们还是稍微把它降温，一来就是防止它释放出不好的东西，另外就是我们做的时候也比较不会那么烫，因为这个还是蛮烫的，就是要让它先降温一下。然后我们让它搅拌一下，让那个米粒稍微有点破碎，有点破碎，它会微微的粘性出来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把桌面擦干净之后呢，我们在桌面先铺一块保鲜膜，然后我们就把糯米饭挖一些上来，然后就是铺薄薄的一层。稍微把它压一压。那像这样子，我的配方的话可以做3卷，那我们就一个摆上来，就这样摆上来。摆上来之后，我们就像卷寿司一样。如果家里有寿司帘的话，我们就用寿司帘来辅助会比较 OK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就是慢慢的压，因为它没有像寿司有没有？你寿司的话，因为我们有加醋加什么的，所以它的粘性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么好。我们就是这样子做，这样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先在盘子上面，我们可以先撒一点点香松。那我们就把它这个表面稍微沾一下，这样一来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等一下在拿的时候，因为它有一层香松滚在外面，我们的手就不会粘到。你就稍微这样把它滚一下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切成段状。哇！一切下去，我已经闻到这个腊肠的味道了。对吧？等一下再装饰完之后，它就会更可爱。我们就把它摆到盘子上面来。它这样切下去的时候，它就会有这种断层面。挤一点点美乃滋。你这样子让它摆上来的那个蒜苗丝才不会掉下来。我们就刚刚的炸蒜头片把它摆上来，然后就有一些蒜苗丝，我们绿的也给它一些，然后白的也给它一些。